27年来，每天好像都会看到我。以平时的镜头记录陈廷辉行过的街巷，握过每一双手，甲每一位市民的真诚互动，如同影片内容同款，真实呈现陈廷辉27年来不改初衷的忠诚理念。在这一支片子里面，你们看到的是27年走遍每一个地方，不放弃可以握住的每一双手。每一个人甲廷辉的提醒，每一个人甲廷辉的鼓励，甚至甲廷辉的真情，我们都永远记在心里。你有去努力，你有去做，人的心是肉做的，总是会有人被你感动。现场气氛温馨感人，当影片播了，志刚妈妈互相拥抱切目屎。唔甘陈廷辉看到伊27年来坚持甲韧性，也是因愿意一直陪伴原因。衷心希望台南会当出现第一个女市长，共同守护台南，改变台南。把我们台南这样的历史，然后光荣感来创造出来，这是一个使命，也是廷飞27年来所感受到的。我们台南需要更多的一个光荣，让人民更骄傲，因为我们就是替台南土生土长，在这个所在不离不弃的台南人。影片导演康俊伟也伫现场分享伊拍摄当中真实看到陈廷辉，深刻感受伊甲乡亲之间的情感。康俊伟希望这部影片会当献给台南，也献给每一位勤劳温暖的台南人。我在灾区看到很多很感动的事情，所有的志工自动的投入，然后所有的乡亲互相的帮忙，那也在很多没有媒体的现场，我看到廷飞他就一箱一箱水这样一直搬，那时候我才真的明白说啊，原来这个人是安怎会甲民众的这么吧？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他？我希望这一支片它不只是一个竞选广告片，我希望它当成是一份礼物，送给台南，每个地方也送给所有勤奋在台南工作生活的人。陈廷辉感性表示，选举不是一个人的代志，而是整个团队的代志。感谢所有妈妈一路的陪伴，因永远拢是每一条选战背后上扎实的力量。陈廷辉也恳请市民朋友在台南市长初选民调当中，给予上大的支持。伊会继续用解决问题实力甲精神，找回每一份对着民进党的信任甲感动。稳调2026、2028台南市长以及总统连任选战，守护台南，改变台南。市长电话民调，唯一支持陈廷飞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